另外嘛是錢的問題，咱看台灣積體電路啊 ，TSMC 成立真熬做，賺錢賺真濟。最近煞總傳出基層的員工因這個年底獎金分紅的獎金可能會求水啊，員工心生不滿，甚至有人化工，乾脆啊歸去來學這個韓國的Samsung來罷工啊。台灣積體電路隨後馬上說明，伊講公司今年的發展來講啊，真有信心，最後員工你摕到的獎金，敢若有較濟，絕對袂比去年較少。拜二台股開盤衝關關，加權指數徛上43000大關，0050飆破100多塊，看到股王台積電嘛衝破2300塊。韓國新山營收含股價報喜之際，最近卻傳出分紅求水消息。台積電基層面甲無力，講減少員工分紅的比例根本就無好處，各有員工真焦急，公司營收的成長先轉袂到員工共享，拜託高層愛疼惜員工，甚至有人發出做工會要參考最近Samsung罷工的行動。我不認為台積電會在這個時候呢，透過砍員工的分紅來增加台積電的獲利。如果要增加毛利率的話，它大可以從資本支出這方面要求它的營建公司或者是設備商那個降價。實際對比各間半導體大廠分紅的標準無同款。根據公開資訊，台積電分紅比例大約是10%，稅後淨利無底限。即便傳出為原本的差不多12%調整到10%，明顯減真濟。若發起罷工的Samsung，原本分紅無評定比例，底限是年薪的1半。經過協商了後，改做分紅比例10.5%無底限，會用公司的股票發予員工。台積電分紅減少的消息和 AI 教父嘛來關心。Well, taking care of employees is really important, and you have to take care of employees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TSMC has been an incredible employer for all of its employees for a very long time, and so both have to be right. 後來台積電講分紅求水是無影的代誌，今年因為公司成長，政府信心員工分紅會比去年多，未來嘛預計會愈發愈多。近乎100%。Hello， 我是莊慧琪，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